讲到咧去年呢，这台北捷运乱杀人的事件，造成3个人死亡，6个人受伤，专案在今仔日终结。也因为这现场的嫌犯已经死亡，北检是无起诉处分。检警是认为讲呢，这嫌犯对工课场所适应不良，和厝内面的人关系疏远，个无朋友，加深着违反社会情节。认为讲这乱杀人是有计划过，目的就是要引起社会关注。身躯顶的装备摕落来，伫楼尾顶行来行去，嫌犯到尾跳楼身亡。去年底，这件台北随机攻击案造成3个人死亡，真侪人受伤。专案15终结，因为嫌犯被告已经死亡，检方依法无起诉处分。不过检警想要为查扣个人电脑笔记，也甲查封100外个边仔的人追查犯罪目的。最后综合研判，嫌犯被告所作所为是高度计划性、表达性犯罪，为了引起社会关心甲惊吓。它并不是典型的冲动型的犯罪它是将犯罪本身视同向社会表达、宣告自身存在的表达式犯罪试图透过扩大社会震撼来表达自身存在以及影响力专案小组嘛利用3D 技术模拟嫌犯被告案发过程，也甲多网路线，看会出来伊经过长期的策划，因为个性较袂甲人讲，对重制度、重责任的这场环境适应不良，佮出现求提价、闪避的行为，甲亲人佮较无联络，较无甲人交陪，较孤单，伫遮侪因素的影响，加侵犯社会情感，佮伫112年都产生犯案的想法。在113年6月开始。有搜寻随机杀人的关键字搜寻郑捷杀人搜寻随机杀人。最重要的是，他在北车攻击以后，他也搜寻了媒体报道北捷被攻击的相关的画面。嫌犯被告无差别攻击，事先真侪解查看现场，ក៏已经人侪所在犯案。经过检警大规模清查，查无共犯，确定是单独犯案。专案嘛甲政治宗教无关系，无发现有境外资金投入。专案小组更加认定，伊伫案发了后落楼，毋是逃脱意外，是选择自杀。不过即马被告已经死亡，被害者家庭的后续求偿是毋是会面临困难，嘛引起关心。公视新闻采访报道。